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趁早要找你。伫空寒空苦无水的地，我的心喙焦少念你，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。我捌安尼伫圣所调记你，为着爱看你的权能，甲你的荣光。咱煞接来念吟圣诗，圣诗341首，圣诗341首。请会众起立。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。愿伫天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所来，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操阮入去，着救阮脱离变歹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煞一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伫温柔以来都人来受苦，定是日过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。那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殿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上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变化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文第11篇，诗篇32篇。罪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。上主无算伊的罪，个心无干燥。我若惦惦毋认罪，你的手明日重刑罚我。我有对你排列我的罪，
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。安尼虔诚的人，伫通找着你的时，拢着对你祈祷。你是我闪避的所在，为庇佑我脱离艰苦。我要教示你，指示你应该行的路。毋通亲像马路无知识。海人会受真侪痛苦。义人啊，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。咱三甲压头来祈祷。阮伫天父的上帝，感谢你伫礼拜日早时带阮来到主你的殿。主啊，求你帮赞，互阮会当专心伫意来敬拜你。主啊，阮有时亲像失迷的羊，找无着路，但是阮知影，主你要放散你的羊群，主你的拯救甲帮赞一定会临到。主啊，求你，无论阮去到倒位，主你拢带阮会当转来你的厝。主啊，你知影最近天气变化，足侪人得着感冒，还有肺炎。求主来医治遮伫病痛的人，嘛保护阮大家会当有健康的身体。阮即马嘛要开始足侪教会的活动，烘焙班、手机班、长青乐活。求主你落来使用遮个活动，互较侪人得到祝福。较侪人会当来敬拜你，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我求你听我求，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。我是俄乐，请感恩。
着想当就是大家来读圣经，用那书第1章17节，甲第2章第10节。用那书第1章17节，甲第2章第10节。耶和华必办大鱼脱约拿，约拿伫鱼腹肚内3日3暝。约拿伫鱼的腹肚内祈祷伊的上帝，耶和华讲：我拄着患难，求叫耶和华，伊就听我。我对阴府的腹内呼叫，你就听我的声。因为你捌翕我落深渊，就是伫海底，大水围我，江波大涌拢看目我。我就讲，我受割着，离开你的目前，总是我还伫你的圣殿。这个水围我，险险无性命，深渊围困我，海草包我的头壳。我落到山底，地的门关永远甲我关伫。耶和华，我的上帝啊，总是你有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。我的心神奋起的时，我就笑念耶和华。我的祈祷到你的面前，入你的圣殿。竟然对着无假的人去杀因挚爱的主，总是我要用感恩的声献祭予你，写我所下的愿，拯救出伫耶和华。耶和华命令迄尾鱼，伊就吐出约拿伫大地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搁行出来的人。正道，请张牧师。咱搁再一摆三甲来感谢，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今日下早，你要照着约拿的祈祷，你来提醒阮每一个伫患难中、伫困苦的人，要来你来呼求。主，阮恳求你的神，甲阮三甲伫地，开阮的心，开阮的目睭，看到你救恩的光。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姐妹、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人讲人生不如意的代志，10项有9项8项吼。所以这活伫咱世间真侪人会拄着不如意的代志，拄着挫折，拄着失望的一个困境。有的人讲拄着这困境，这个无信主的人就讲就我最近较衰，所以爱去庙仔拜拜，爱甲改这改起来吼。所以呢，有的人较铁气，伊就讲这无啥啦，这就安尼忍一下吼，靠我意志力吼较坚强咧。我相信人定胜天吼，拖过就好啊。毋过呢，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困境应该有一个更较积极的一个意义，困境有一个更较悬的一个目的。基督徒的任何的困境，拢用正做上帝的囝儿，接受上帝训练一个属灵的加工的一个所在。所以咱看到伫圣经内底，约瑟伊的属灵加工战是啥物？就是埃及的迦罗啦，以利亚咧，以利亚就是迄个基利斯底下有即个乌鸦即个叼着迄个肉来互伊食哦。但以理咧，就是狮子坑哦。即个但以理的3个朋友入去会议的内底出来拢无代志。彼得咧，加利利海，伊伫遐来学习信心的功课，甲主同行伫即个海面。用咱今日要分享的。伊的属灵的加工的所在，都是伫倒位？伫大海甲鱼的腹肚内底。再有伫个困境当中，甲咱的上帝相拄，是咱每一个人，咱拢必须来操练。今日下早，咱要透过约拿书第2章的第1节甲第10节，伫遐咱要来看到约拿的祈祷足
宝贵的。伊伫遐，伊来教导咱每一个人伫困苦的中间，要怎样来向上帝来求求，来要安怎，互咱伫即个困苦当中，互咱的性命哪来进步，并且亲像约拿共款，会用被主来使用。今日我要分3点吼，咱大家拢知吼，讲务书一定是3点吼，袂超过吼。第一，困境当中，咱必须来自我来觉察，吼，咱来自我来发现咱的问题吼。一个基督徒伫困境的当中，必须有即个觉察的即个能力啦。伫困境中间看袂见家己的问题，才是上大的问题。爱记吼，每一个困境的当中，你爱知影讲，我到底伫困境当中，我有啥物款的问题？特别亲像约拿共款，约拿毋是为着做主的工被杀，走入去进入迄个患难的内底，伊是真明显。因为伊家己背逆，伊家己无顺服上帝，来抵到伊的患难甲伊的困境，所以特别伫即个约拿的情形内底，咱真侪人拢亲像约拿共款，咱无听上帝的话，咱都爱照家己的意思来行，抵到咱行入咧迄个困境的中间。特别伫迄个时阵，咱爱知影，咱到底咱的问题是怎样。毋过，真侪人伫困境、伫患难当中，伊看到的通常毋是家己的问题，伊看到的是啥？是别人的问题啦。我今日会遐惨拢是迄个啦。我今日成绩无好，拢是阮老师无够教啦。我今日会安尼遐尼凄惨，遐尼失败，一切拢是别人造成的。所以咱开始去找别人的问题，咱毋是来看家己的问题。所以伫咧困境当中，咱常常看到是别人目睭真幼的迄个刺，咱看袂到家己目睭中间真大支的迄个娘目。所以呢，伫创世纪第3章11节到13节迄个所在，咱大家拢足知影即个故事吼。就是当即个亚当夏娃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了后，上帝就来问即个亚当，伊讲敢是你食迄丛树你有食哟？亚当安尼甲回答，伊讲你所互我做伴迄个妇人人，伊用迄丛树的果子互我，我就安那食伊啦。然后呢，上帝就问迄个夏娃，问夏娃即个耶和华上帝对妇人人讲：你所做的是啥物代志？夏娃安怎讲？是蛇来引诱我就食。所以当犯错的时阵，即个亚当就安那来赖即个夏娃，夏娃就安那赖互迄个蛇。咱搁来看一个较严重的代志。即个亚当安怎甲上帝讲？伊安怎甲上帝讲？伊讲你所互我做伴迄个妇人人啦，伊咧怪啥物人？怪上帝啦！你若莫创造下我做我的妇人人，我今日会犯即个错了。所以呢，怪来怪去，怪到尾仔啥？怪上帝啦！所以咱伫问题的当中，咱常常毋是安那。患难的当中，咱毋是发现家己的问题，咱是安那，甲所有的问题拢安那赖到别人。这都是咱通常伫困境内中上大的问题。再来，咱来看伫困境的当中，当咱发现咱的问题的时阵，咱来勇敢来承担咱的责任。台湾话叫好汉做事好汉担。当先知约拿伊知影伊违背上帝的命令，咱拢知上帝叫伊往北去尼尼微城来传悔改的福音。毋过伊看到啥？伊怎去他施？是毋是呢？所以呢，伫路里伊就拄着即个风暴。所以约拿真清楚，罪魁祸首是啥物人？就是伊啦。就当初伊若莫安尼硬心。来，上帝叫伊去即个尼尼微城，伊若莫硬心来绕跑，
今日都未拄到即个情形啦。所以伫第1章的12节，伊安怎讲？伊甲遐个船顶遐个水手讲，恁掠我迄落海，海就平静，因为我知恁拄着即个大风是为着我的缘故啦。所以约拿有发现家己的问题无？即个灾难是因为伊引起的啦。所以约拿勇敢来承担伊的责任。通常咱伫即个患难当中，咱若无承担咱的责任，毋若害家己，嘛会连累别人啦。约拿若莫承认哦，毋是伊家己死尔，是安尼规只船拢的人拢会安那对咧死，吼。所以伫遮咱爱特别知影，所以伫困境当中，咱爱培养自我觉察的即个能力。特别伫人际关系当中所带来的困境，阿某中间，咱的甲咱的囝儿的中间，新妇大家的问题，兄弟仔的问题，同事的问题，咱甲咱的同工的问题，即个人际关系造成的即个冲突哦，咱一定爱培养。咱爱发现咱家己伫即个角色的内底，咱是毋是讲啥物话，做啥物代志，互双方的关系哪来哪紧张，互即个关系哪来哪恶化，然后咱来承担迄个责任啦，都是我。一切问题亲像约拿共款，都是我造成的。若无，咱会互咱的关系哪来哪拍歹。过来，约拿知影伊家己的问题。伊嘛安怎真甘愿哦？上帝甲处罚的时阵哦，伊嘛真甘愿来接受吼。伊讲啥？伊讲哦，你将我安那ฮ็我落深渊啦，就是伫海底大水为我攻破大涌砍我啦吼。所以明明是即个水手甲即个约拿安那甲ฮ็落海底，毋过伊讲啥？啥物人甲ฮ็的？上帝啦。所以伊真担输赢就对啦吼，伊嘛真勇敢，我做毋到代志，我就勇敢去承担。这是一个吼真重要，伫困境当中足重要。找到问题，承担责任，勇敢来接受上帝的管教。当约拿迄个海底的时阵，风影就安那规个拢煞吼。所以有当时咱的困境是安尼，咱发现咱的问题。勇敢承认，勇敢来接受上帝的管教，有当时困境就会消失。再来，伫这个约拿内底吼，咱看到上大的问题，就是约拿的无顺服，约拿来背逆上帝吼。你知影规本约拿书内底吼，每一个角色啦，船顶的这个。即个水手吼，甲尼尼微城的百姓，遮拢无信上帝的人呢。搁即个风影啦，搁即个大尾鱼啦，甲变麻树啦，甲上尾叫一只虫甲迄个树夹咧怎高大去。所有大自然遮的物件，拢听上帝的指挥，伫上帝所有的被造物内底，上背逆。上无顺服的，毋是其他的动物，是啥物人？是约拿，是人，是上帝的先知。所以伫遮吼，爱特别吼，我看到遮我惊一跳哦，迄先知吼，上帝罗卜安尼遐背逆吼，有当时吼，即个愈互上帝使用的人，愈无听上帝的话吼。所以咧，当咱看到约拿的背逆的时阵，伫即个祈祷的内底，咱若看到原文吼，伊用即个下垂即两个字来形容、来描写，即个约拿的背逆，甲伊即个灵性坠落的一个情形。一开始，上帝爱约拿往北上去到尼尼微城，约拿选择往南。落去约帕迄个所在，看到即个港口有一个往塔斯的即个船，伊就
落去即个船顶，然后呢，落去船顶啊，搁安那密伫落去即个船舱的下面，密伫遐，然后呢，搁来咧，怎直接落去唔甘，该落迄落水，迄个海底，啊，然后呢，安尼慢慢沉落去。即个背逆上帝的人，有当时啊，就亲像安尼。背逆上帝，用自我中心做咱生命的即个方向盘的时阵哦，咱有当时啊，咱行的就甲约拿共款，是一个下垂下坠的一个路啦。伊的结局咧是安那，去互关伫即个阴间的内底啦。你也知哦，咱的上帝是全能的。我有当时感觉约拿是来足好耍的吼，伊带遐幼稚安尼吼，一个先知知影上帝是全能的，是无所不在的上帝。伊想讲吼，我伫路里吼，我伫迄个陆地吼，我闪袂开，啊那我就要去海面顶，闪袂过无？当然嘛，闪袂过吼。所以约拿是一个真自私、真狡猾啦吼的一个人，所以无可能来得出上帝的手。上帝一出手，我甲讲，咱任何一个人违背上帝的命令，拢是安尼；违背上帝的旨意，背逆，拢是安尼。上帝一出手，约拿就陷入迄个海的深坑内底，海的上深的所在，伊遐伫遐安那，上帝会发动所有的大自然，啊来统治约拿。所以即个约拿书你咧看的时阵，足生动的有无？所有的大自然拢为着上帝来指挥，加即个指挥袂惊就是啥物？约拿尔。所以当约拿咧背逆的时阵，所有的大自然拢顺服伫上帝，然后呢，啊来掠即个约拿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背叛的人吼，背逆的人哦，都那亲像将要安怎要家己换迄个人生的迄个方向盘共款。咱有当时啊，咱无照着上帝的旨意来行，咱爱行家己的路。咱有当时啊，咧感觉讲，哎，还好嘛，哦，我无得甲亲像约拿共款，拄着安尼遐衰，拄着遐尼大的风暴，啊，拄着迄个去互鱼仔吞咧，关伫鱼仔腹肚内底3天3暝。毋过我知，当咱若无照上帝旨意来行的时阵，咱的心永远袂得到平静啦。亲像我书顶所讲的，咱的心无可能得到安息。除非咱安息伫伊的内面啦。这几年因为伫中会负责即个咱若要考即个神学院吼，爱对遮的考生大生来甲因面试吼。就顶礼拜二面试一个姊妹吼，伊是一个律师，是一个律师哦，足优秀的律师，都少年。伊甲我讲，伊要读神学院，我讲读神做牧师无真艰苦呢。你买个考虑看卖，你工作嘛袂歹吼。伊讲哦，伊讲牧师，我甲你讲，我对细汉吼，我就立志我要做律师，啥呐？因为我做律师吼，我感觉吼，互我社会地位会较好，互我用趁较侪钱，互我伫人的面前那有光彩，并且。我若做律师，我用安那，我用来荣耀我的父母，互我的父母因为我安那有面子啦。我讲你真好啊！谁你即阵律师做2年，你要死掉，要来读神学院。伊讲牧师，你知无？做律师吼，有当时我真无快乐，啥呐？因为我做律师的时阵，有当时我看到的人吼会罪恶，毋过我。做律师，我爱替人辩论，你知无？我爱为着伊的利益来争取，你知无？所以呢，这拢违背着我的这个信仰啦。所以虽然这个律师这个位吼真好，毋过呢，甲我家己的信仰我感觉背道而驰啦。我感觉这个那就这条路毋是上帝为我所备办的。所以上帝伫我少年的时阵有来呼召我，
要来做牧师。毋过我为着家己，我想要互我家己得到光彩，互我家己得到荣耀，所以我放弃。我即阵我要转来选择上帝呼召我迄条路，所以伊感觉伊来读神学院，伊来做即个传教者即个职分，才伊的心才会得到，伊的神才会得到安息啦。我听了嘛足感动的。即几年有足侪足优秀的人，我顶2年嘛面试2个即个医生来读神学院，拢足优秀的人。伊讲同款，伊讲上帝呼召我行即条路，我无所在他走。当我做别项事的时阵，我的心未得到安息啦。所以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上帝对你的呼召，若是行即条路，有当时咱都亲像约拿同款。上帝就叫约拿去尼尼微城来传福音，伊就偏伊就要去安那。往即个他死去，所以伊的问题是安尼。所以当上帝来呼召的时阵，伊绝对会甲你甲你调整过来，再来困境的中间，咱爱甲咱的上帝相拄，这是第2个。基督徒的困境的当中，互咱拄着上帝。第一，困境是上帝的保护，毋是刑罚啦。咱爱会记哩一点约拿知影伊的无顺服上帝，上帝就来管教伊啦。圣经讲，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疼的囝儿，所以只要是上帝所疼，伊一定会来管教咱啦。所以，互上帝管教，就代表啥？咱是上帝所疼。咱任何一个做父母的拢知，咱管教咱的囡仔的时阵是安那？为着无爱互咱的囡仔继续错误落去，来得到更较大的伤害啦。伫咧管教的过程当中，检查有真侪的无爽快真侪的痛苦，真侪的苦难的产生。毋过管教的落尾是要结平安的果子。所以，咱看到有当时上帝的管教是安那，是要来保护咱啦。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对这个困境，咱应该爱有的认捌，特别是因为咱的背逆造成咱的困境。所以，伫遮咱看到的是啥？上帝的管教伫第3节一直到第6节。落去海的深渊大水来暗砍我，以真大的风影来伴过我，拢歹代志，拢足艰苦的环境，这拢是上帝的管教。最后伊讲约拿讲，我已经落去这个落到山底，对的门拱永远甲我关地，这什么意思？落去甲这个海的上底面啦，伫遐阴间的这个门，有足侪这个门，拢甲我拢关起来，我可能就死伫遮，我活命的忙拢无去啊。所以约拿是伫这个环境内底，伫这个患难的内底。伊最后伊去经历着上帝，上帝派一尾大鱼、大只鱼，甲约拿吞。然后呢，伫鱼的腹肚内底3天3暝，这个大尾鱼真做约拿的保护啦，毋是要来惩罚这个约拿。所以，伫遮咱看到，若毋是迄只大尾鱼，约拿会死无？绝对死的。所以约拿会用得到救靠的，靠着的就是上帝所安排这个大尾鱼来做拯救恩典。所以大尾鱼爱会记是拯救，毋是审判的工具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有当时咱看咱的困境的时阵，有当时是上帝为着要保护咱。毋是完全要来甲咱惩罚，所以你若安尼想的时阵，咱的困境都有意义，你知无？咱的患难苦难都有迄个意义。保罗使徒行传，保罗咧描写，
保罗伫迄圣殿咧行即个清气的即个祭的时阵，伊互犹太的宗教领袖甲伊掠起来，然后呢要伫遐要甲杀死。哇！即个保罗边仔的人就紧诶甲报即个罗马的军官，迄个罗马的军官就甲保罗掠去关伫监牢内底，因为安尼保罗监牢伫即个人的内底当作是安那刑罚。毋过，即个监牢就安尼来保护即个保罗的性命。这变罗马即个犹太的宗教领袖想要杀保罗，毋过保罗关伫倒，关伫监牢内底，受罗马的遮的政府、遮的军兵来甲伊保护。所以来说，咱的困境是一个保护，毋是简单，是一个刑罚尔吼。再来。苦境要成做圣殿啦。C.S. 路易斯有讲苦难是一个扩音器，伊要来叫醒咱即个心灵迄个硬心啦。苦难定定是咱生命长越上好的迄个转折点。大尾鱼的腹肚是约纳生命转弯的转折点。我想安尼讲，头拄咱有讲，约纳背个开始，伊的人生是安那，一直下坠，一直坠落，安尼一直来到倒位，来到阴间。结果伫即个大尾鱼的腹肚内底，上帝来拯救伊，互伊人生的方向开始安那往上迎来提升啦。所以，伊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转折点。咱有当时吼，咱包括咱基督徒在内吼，咱足爱安那自我为中心，咱足爱上帝，你拢莫管我，你互我安那潇洒走一回，咱足安尼潇洒，咱完全无管上帝的指示。上帝叫咱往正边，咱就偏偏要往倒边。所以，咱有当时咱偏离上帝要爱咱行的迄个道路内底，到尾亲像即个约纳共款，坠落即个困境的中间。所以有当时咱来看到即个大尾鱼的腹肚，对约纳来讲，检查是更较大的苦难，更较大的困境。毋过有当时上帝照着即个困境，照着即个大尾鱼的即个腹肚。安那要来互咱的人生用越倒转去上帝所要爱咱行的迄条路，所以大鱼抓回约拿的人生啦。所以困境嘛会甲咱的人生安那调整过来。过去我爱行家己的路，即阵即个。困境，即个苦难，亲像即个大尾鱼的腹肚，会甲咱安那转向神的即个道路啦。大尾鱼的腹肚袂互约纳安那死伫遐啦。毋过伫即个大尾鱼的腹肚内底，要安怎？要经历到伊的生命被改变的一个新日。伫鱼的腹肚内底，也是咱安那。好，来，鱼的腹肚内底，嘛是互咱真好归零的一个所在。过去我得罪上帝的所在，我过去的背逆，我过去的罪恶，伫于即个困境的内底，我完全向上帝来悔改。啊那，互我出去了后，我用来摆脱我所有的苦难，互我伫即个困境的内底，佮用重新出发啦。所以伫即个大尾鱼的腹肚的约纳，当伊互即个大尾鱼吐出来的时阵，伊是毋是开始一个新的一个阶段？所以鱼的腹肚困境毋通看做伤严重，那就世界末日共款，毋是安尼啊！伫即个约纳伊讲啥？
你甲我对你的目睭前来赶离开，毋过啊啦，我犹原要来仰望你的圣殿。仰那圣殿伫倒位？都伫鱼的腹肚内底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当咱伫困境的内底，伫咱的苦难的内底，迄个苦难是毋是真做咱的圣殿？是毋是真做？即阵外口足侪教会讲遇见神隐会，是毋是咱真做咱遇见神的议会？咱伫咧苦难内底，伫咱的困境内底，变做咱的圣殿，甲上帝伫遐来相拄，伫遐甲上帝来经历，上帝要来改变我咧。所以这真重要。过来，伫咧困境当中，咱用那甲咱教，咱在心情火讲要分去的时阵，爱安那？要求叫耶和华的名，咱咧笑念耶和华的名啦，然后用祈祷来到伊的面前，进入圣殿啦。所以伫遮，咱知咱拄着这个患难的时阵，咱的头会安那昏昏啦，咱已经足混乱，咱已经安尼真毋知要安怎手足无措的时阵，用哪甲咱讲？咱爱笑念耶和华的名，像咱笑念耶和华的名遐尼重要，因为耶和华的名就是甲咱入迄个听的誓约的迄个名啦。人真济的需要，拢甲耶和华这三个字连做伙。我咧讲啥吼？来，耶和华以勒什么意思？上帝耶和华是咱的供应的。当我欠缺的时阵，耶和华要来供应我。耶和华拉法是什么意思？捌听过？拉法就是上帝是一个医治的人。当我心情有这个忧闷，当我身体有病痛的时阵，耶和华要成做我上大的医生，伊要来医治我。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是平安。当我来惊吓的时阵，无平安的时阵，耶和华就要使我平安。耶和华呢？迄是啥物意思？就是耶和华要来替我征战，耶和华就是我胜利的迄个根基啦。最后，以马内利的耶和华要永远甲我相甲伫地。这是耶和华的名。当咱伫苦难的内底，咱要受起耶和华的名，伊要来供应咱一切。伫患难中，咱需要的一切。另外，咱知咱必须来对圣经有真深的认识。就是咱看到这个约拿伊伫第2章所作者的祈祷，拢出伫诗篇啦。这是甲咱讲啥？讲约拿的祈祷，伊充满着上帝的话语，因为只有这个上帝的话语，会来帮助咱来咋？度过咱患难啦，咱毋通想讲咱真熬，咱真坚强，咱连靠家己来度过即个患难的日子。上帝的话是咱信心的即个燃料，伊是咱所有得救的即个倚靠甲毋忘啦。所以这足重要的，爱患难的时阵，上帝的话随时伫咱的内底，伊会帮助咱来得到毋忘。伫帮助咱伫这个患难的内底，对上帝更较有信心。所以鼓励兄弟姊妹，你咧伫咧患难当中，你一定爱看诗篇，你一定爱照着诗篇来，逐工来做祈祷，搁来体贴上帝的心意。用那经历着即边的这个大尾鱼的腹肚内底，经历着这个困境，经历着这个苦难的时阵，伊到底？爱看到上帝的心意是啥物？第8节甲第9节，伊讲：见若对同父家的人，气杀因主爱的主啦。这句话啥物意思？上帝是遐尼疼所有的人啦。咱看到伫约拿书内底，上帝毋是敢疼基督徒尔呢？伊连迄个无信主遐的尼尼微城遐的外邦的人，伊拢疼啦。
吼，所以伫即个第4章11节，伊讲吼，伊讲何况我兼毋着拆烧尼尼微城即个大城吗？因为伫即个尼尼微城内底，袂晓分别倒手正手的，阁有12万人啊！我兼无拆烧嘛。所以伫即个患难的当中，约拿应该看到上帝的拯救是对所有的人，毋是甲针对犹太人尔。所以这是足重要的代志。所以当伊被即个上帝来拯救的时阵，伊讲啥？伊讲哦，我要来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祭，我要下愿，我也要行救恩出伫耶和华。这是约拿经历到即个大尾鱼腹肚内底，伊亲身的经历。所以伊经历到什么代志？上帝是主爱，上帝疼所有的人。不过伊出去了有安尼做无？无。伊伫遮，伊体验到上帝的救恩，所有的救恩拢是出伫上帝。感谢主，因为我信靠上帝，所以我得到上帝的救。伊去体验到这2项，所以伊就讲救恩出伫耶和华，那像咱的通关密语共款啊，答对了啊，鱼的口就开了，就该吐出去这个路，这个旱地来的面顶。所以已经了解到上帝的心意是啥，上帝是主爱的，所有的救恩拢是出伫耶和华。所以上帝要来拯救所有的人，包括信伊的人甲无信伊的人。再来上重要的，必须来回应上帝的呼召。约拿毋茫来献祭，来表达伊对上帝的感谢。所以伊必须爱去耶路撒冷吗？无呢。上帝爱伊安那顺服我伫你心上的命令，你爱往尼尼微城，你爱完成上帝对你的呼召。上帝更较关心的是咱有听伊的话无？毋是咱要去遮献祭，伫遐献祭，毋是安尼。所以约拿的第10节，耶和华吩咐迄只大尾鱼，伊就将伊吐伫即个旱地内底。即个约拿的性命是被上帝对死亡中来拯救的一个性命，所以当耶和华第2遍来呼召约拿的时阵，伊有乖乖去无？伊就乖乖去啊！所以一个经历到死亡和上帝拯救的性命，伊更较会用体会到一个要未经过上帝拯救来。伫咧患难当中，伫咧困境当中的人的艰苦，所以咱每一个拢是上帝所拯救的。咱每一个人拢是经历着上帝对死亡中甲咱拯救活起来基督徒。咱是毋是更较用体会到遐尼未信也未信主的人伊的艰苦咧？咱是毋是更较欢喜、更较积极要来伊来传福音咧？这是上帝互咱伫即个患难当中，伫即个约拿的患难当中，爱伊学习的一个功课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约拿是上帝囝儿当中，我讲有当时是最讽刺的伊知影上帝掌管万物，毋过呢，伊却想要来逃走，想要来逃离上帝的掌握。伊知影上帝有恩典有怜悯，毋过伊无爱上帝。你敢用对我约拿呢？你敢对我基督徒有恩典有慈爱就好，你毋通对迄外口迄不乱讲的迄个无信主的人来来有怜悯，来有慈爱。这就是约拿。上帝已经拯救伊的性命，毋过伊出去了后，伊看到尼尼微城的人因为悔改，上帝无降落迄个要甲尼尼微城灭掉迄个代志。伊开始甲上帝生气，上帝就搁照着另外一边的即个啥困境，伫沙漠内底，互日头晒到用要昏去，哇！搁来教导伊上帝的疼是怎样。所以当咱
每一次的困境当中，咱若袂用了解上帝的心意，咱若无法度去顺服的时阵，上帝一遍一遍伊的教导，一遍一遍的苦难，一遍一遍的困境，伫咱的头前咧等咱，为着要来教导咱，互咱成做一个安那顺服上帝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唔通啊！上帝安尼一直互咱伫爱拄着困境，咱才要来顺服啦。咱是毋是即阵就开始选择顺服？互咱伫咧困境当中，咱来经历上帝；互咱伫咧困境当中，每一次的困境拢充满着上帝恩典的记号咧。咱三个来祈祷，天父，愿感谢你，愿知你互约拿伫大鱼的腹肚内底所经历的困境、所经过的患难，是为着要来拯救伊。主，阮也看到你伫阮生活当中，你互阮济的即个挫折，你也是要亲像教导约拿安尼来教导阮每一个属伫你的囝子。阮爱体贴你的心意，阮爱知影你的主爱。你的心意就是要互万人来得救。主，互阮搁再一遍看到阮的无够业，看到阮的软弱，互阮伫即个患难的当中，每一个患难拢经历着上帝上水的旨意。愿你赐福阮每一个，拢行伫你的旨意内底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来念回应书。圣诗322首，圣诗322首，请会众起立。来奉献，请张慧宇、倪正雅举手。
请会众起立。来报告，欢迎大家今仔日礼拜顶礼拜日，因为迄个张牧师确诊，所以即礼拜请张牧师来证道。礼拜三早时10点，迄个查经班，伫地下室举行，即摆已经恢复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智慧手机甲长青乐活嘛对11月要开始上课周报顶下有写毋对吼，手机班是迄个早时10点，11月1号早时10点，长青乐活9点，9点才是对的，10点是毋对的，到9点。长青乐活是11月3号要开始。第四项是要庆祝教会70周年，要鼓励大家来抄录上帝的话，较详细迄个办法，后礼拜会甲大家说明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第5点是刘晓婷牧师有出新的册是足好的册每本是200块，若是有要买的，当找干事。具体消息柯明德兄个别礼拜是要伫即礼拜4下晡1点半伫第2宾馆来举行，嘛请大家为着遗嘱来代祷。团契消息，圣歌队即礼拜开始礼拜日下晡要开始练圣诞节的歌，若是有新的人想要加入，会当找圣歌队队长。烘焙班嘛是对即礼拜6要开课，若是有兴趣的，会当找美心执事。夫妇团契后礼拜后有迄个聚会，嘛阁有解说，请迄个高传奇执行长来演讲，请大家踊跃参加。告解消息搁代祷，请大家家己看。咱来上映圣诗400空1首，圣诗400空1首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听读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大家伫地，对即碟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列岛。